文化来敬拜伊。这时咱要来看的第二首圣诗646首，圣诗646首，耶稣叫我来行天路。求主你引带咱遐，祈祷感谢得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喂。
伊所着敬的路，伊的心情，你得到安享，伊就好去要承接土地。咱即摆倒起来吟圣诗31首，天命请咱世间正义，大家起立。
要来启文第一篇，哦，伫信息后壁999页，999页。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以色列啊，要注意听。第声，咱我今仔日命令你，这个话要记伫心内。无论是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放伫手内做记号，又写伫厝的门徛。这里大家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和努力，因为阮知你是阮的倚靠，也是阮的仰望。你听阮，知影阮的需要，了解阮的软弱，展示阮到遮的智慧，来明白你，来亲近你，由你教阮安怎过一个圣经式的生活。得到你伫你遐来平安甲喜乐，来创造阮清气的心，遵守你的教示，学习你的模样，通诚侪你欢喜的囝儿。主啊，你今年年初开始，不愿预言这疫情已经造成台湾甲全世界人民惊惶的烦恼，但半年来，感谢你。保护台湾，互阮社会中每一个人拢有法度彼此体谅、互相合作，互阮暂时有度过这个艰难甲困苦的日子，来面对未来。祝阮们将咱们兄弟交托伫你的手中，因阮知你的慈爱会带来阮的力量，你是阮的拯救。让阮软弱变作坚强，忧伤变作喜乐。阮要专心倚靠你，恳求主赐我们宁静的心，继续保守看顾台湾每一个人甲世界，向每一个国家，互阮大家拢有法度平安度过一摆遮尔严重的危机。对吧？阮嘛要为了心内有悲伤、艰苦，身体有欠安，伫工课、甲学业遇到困难这名者来代祷。由此甲因理念，阮要将因拢交托互你扶持甲帮助，互因所受的担是轻的，袂互因超过因所忍受的，安尼因对你的心就会更较坚定。知影你的恩典有够因用，伫未来阮面对这困难中，搁较仰望你的扶持、带领甲保守。阮嘛要为有代志我都来，甲阮共同敬拜的人，求主看顾。无论伊伫这所在，拢有法度甲阮做一个同心敬拜。即时求主你的信心。甲阮支持，安静阮的心。阮搁一摆要透过将牧师的嘴来领受你要透帮阮的信息，来诚做阮的祝福，也诚做阮的帮助。万有今仔日感谢、和乐、也敬拜，拢得到你的接纳。阮来感恩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米，他们现在信国队的在米，伊要唱我唱，愈多愈歌。
7个字遮尔美妙歌声。咱所接咱来朗读圣经，圣经伫箴言22章第6节，22章第6节，旧约714页，旧约714页。教养囡仔，就用合意的话，就以教导也袂歪传。所接。咱请张牧师来讲讲道。主请。伊个今日要讲道的起跑点。咱搁来一摆三个来祈祷。今日阮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伫你的圣殿来仰望你的荣耀。主，这是阮每一个你的囝儿的福气。主，愿你今仔日搁再一遍用你的话语来教导阮，互阮的一生行伫你的道路面顶，包用你的话语安尼来传承互阮的后代。主，阮来恳求你，伫今仔日这个时间愿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基石，成做阮的气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两位阿姐，大家平安。咱今仔日咱有主日学的升级典礼吼，所以我要借着即节的圣经，嘛是咱大家非常熟的一段，要安怎来教养咱的囡仔的一段即节的圣经来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即个主题是要安怎互咱的囡仔伫即个起跑赢在起跑点吼。这是作流行的一句话吼。伫天下杂志有一期的封面伊的标题就是家庭教育赢的一个起点的开始的点。咱知真侪国家拢咧研究讲，咱要安怎来教导咱的后一代，要安怎来教导咱的囡仔，互因伫有一个好的一个起跑点吼，一个起点。所以因就安尼研究，一直研究。有真侪先进的国家，伊就认为讲，有好的家庭的教育，才有好的社会，甲一个有生产力的一个国家。所以有足侪国家，特别是先进的国家，都甲即个家庭列做国家发展的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就咱经济发展共款，咱要发展咱的生机，要发展咱的科技共款，用政府的经费来去做一个帮助百姓去做一个幸福的家庭。芬兰这个国家政府投足侪钱吼，大量的这个资源来补贴这个父母对囡仔的照顾。伫芬兰这个国家足幸福的，做父母足幸福的，顾囡仔应甲政府领钱。所以，这个芬兰这个国家感觉安那？你父母好照顾囡仔，就是替国家来培养好的一个人才。所以，伊愿意用钱来补贴父母伫咧照顾囡仔的一个艰苦。其实，咱国芬兰这个国家足先进的，这个方法这个政策实在足先进的。其实，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来看到圣经，老早伫3000年前，上帝就用安尼的方式来甲咱讲咱咧安怎来教导咱的囡仔，就是咱来用合宜的方式。所以咱看到这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一直演变到即阵，有足侪专家咧研究，有足侪研究安尼一堆研究到尾回到圣经的即个所讲的原则，都是讲到咱的家庭的教育。所以真严今仔日书会所读的教育囡仔，就用合宜的法，就医到老也无换错。
圣经甲咱讲，教育咱的囡仔是一切教育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所以足侪国家拢安那，拢甲遮父母讲，咱来好好来教育咱的即个囡仔，一个家庭会好，会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即个啥的竞争。所以基督徒的父母，我讲。即个世界一直咧研究，一直咧研究到尾啊，佮转来咱圣经的原则内底。所以咱毋通佮去行世界的路，迄条路拄着足侪的即个啥，即个挫折，拄着足侪危机，啊，拄着足侪失败。我佮讲一遍，基督徒的父母，咱来转来圣经的教导内底，因为外口的世界研究到尾啊，拢已经转来圣经的教导内底。咱无迄个理由，基督徒的父母，咱搁去甲世界来学，即要安怎来教育咱的囡仔。所以今仔日我要照着即段的经文，咱们来看圣经内底家庭的教育。首先，我要提出这3点，就是咱家庭教育内底也甲必须甲咱的心灵的教育放伫所有教育的第一个上重要位。第二，咱爱有一个典范啦。咱爱一个模样啦，咱要安怎来咱的囡仔来教育，就是咱做父母爱做即个咱的囡仔的一个榜样。再来就是管教的必要。咱大先咱来看心灵教育，咱来必须甲放伫咱所有教育内底的第一个位吼。伫《申命记》内底第6章的第6章的第60甲第7节，伊讲。我今仔日所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恁的心，也着用这温存教示你的囝儿。所以咱伫遮看到以色列人对伊的即个囡仔教育最主要的材料就是啥？就是上帝的话语啦。所以上帝的话语成做伊一切教育的即个核心啦。所以咱看到，你知咱即阵有一个记者就去访问咱即阵的即个国中生，讲恁上讨厌是啥物？你知是啥物？因讲上讨厌是补习。你上期待的是啥？就是我的父母会坐落来，甲我好好安那开讲，听我讲话啦。啊，毋过咱看到即两项，有可能无？咱的囡仔无用补习，转来作恶啊！父母咧无用趁钱，互囡仔去补习，所以敢有时间来好好讲话？无呢，无通讲话呢。所以咱看到，咱今仔日咱的即个教育，就是安那，父母参与的有济无？无济呢。所以这像咱的今仔日的教育会哪来哪发生即个危机啦？所以即个专家伊就讲啥哦？补习哦。毋是即个囡仔，互伊后摆具有竞争力，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教育的方式。我今日要讲的，咱大家咱足侪囡仔拢咧补习，所以补习我就无啥讲。我要讲的是啥？咱所欠缺即个部分。咱大家拢足够教囡仔上去补习，这毋免教咱要教啥？教心灵教育，咱足欠缺即个。所以咧，即个专家就讲，其实补习班教的拢是啥？遮的知识，你若知吼，咱足侪大学4年，咱伫大学读个册，去到外口社会，哇，都变做一个新的。这是时代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有当时咱伫补习班所读的物件，咱出社会了，无一定会用着。所以咧，伊讲这时代一直在进步，咱来培养囡仔是啥？咱来培养囡仔思索新知，要安怎吸收新的知识？来培养未来伫即个职场，就是伊咧工作的时阵，伊所需要的人格特质，这是上重要的。人格特质，我搁强调不是知识，不是你的这个学问是人格特质这是咱特别需要。所以这边我培养必须照着增加即个父母甲囡仔同齐相处的时间，父母。伊的理性会慢慢来教导咱的囡仔，要安怎来思考，要安怎做一个理性的思考。遮的物件是伫即个补习班无教，是伫补习班无法度学到的。
然后呢，父母爱搁教伊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有一个敬业合群，诚做一个团队精神的囡仔。未来工作拢是团队精神，拢是咧讲团队。哦，所以咱的囡仔毋通去教育甲哇，足孤僻，袂晓面对即个人群。哦，所以理性的思考、创新的即个想法、情绪的控制，啊，甲团队的精神，是咱未来咱发展事业。囡仔要出去啊，若工作时阵，伊所欠缺，遮拢是补习班无法度啊学到的。哦，所以特别注意。所以咱毋通拢是讲咱家囡仔送去补习班，就全部交补习班。哦，安尼咱爱思考，咱的教育是袂偏，一个像遮所讲的歪出来。哦，搁来讲，咱若要培养即个理性思考、创新的即个想法、情绪控制，甲团队的精神，上好的所在伫倒位？都伫教会啦。哦，我讲教会伫即个主日就开始少年团契、青年团契。你若搁做即个会长啦，做遮个同工，对细汉你著爱开始安那调开遮个同工会。啊，即个要开个时阵，讲礼拜二我袂拄好，迄个讲礼拜三袂拄好，啊，你著爱去协调啊，对无？爱一个计划要安怎带遮个囡仔出去耍，这拢是伫即个伫即个教会内底，伫即个团契内底，咱著开始去学习。然后呢，爱搁起来报告，学会报告，即个300几人来报告。你遮囡仔讲实在伫外口，伊用学着遮物件，真学得学啦。所以，甲咱的囡仔带来教会，伫主日哦，伫扫市，伫亲戚，互伊伫即个环境内底大汉，伊自然会培养即个理性的思考，啊，甲伊有一个创新的一个想法，啊，甲情绪控制。足生气的时阵，伊嘛袂安那，袂赢。哦，所以伫咱遮咱看到，这是咱特别爱去思考的。我讲一个故事，伫台南有一个小学吼，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即个囡仔，伊是出世就小儿麻痹，所以伊即个老爸吼，就要训练伊安那会独立，所以咧就叫伊安尼学骑即个脚踏车。小学开始，1年开始，就叫伊安那逐工骑即个脚踏车上即个上下学啦吼。然后呢，有一天，伊即个囡仔来甲即个脚踏车开学校咯，用头攀去，只好安那敲电话叫因老爸，讲爸爸你是毋是会用听倒摆今仔日来接我的即个脚踏车叫头攀去。伊老爸就来接伊，接了后是讲，爸爸你用先帮我载另外一个同学，先载伊转去，你才搁转来接我。伊老爸感觉足奇怪的。谁人着搁载别个即个同学，家己袂晓行转去哦。伊讲无啦，伊的骹嘛无方便啦，伊的骹嘛无方便。结果即老爸就讲好啦，囝就安尼讲啊吼，即个因囝就甲带伊去另外一个同学。因老爸看者足感动的，即个同学吼，因囝是一支骹无方便，即个是两支骹无方便，讲袂行。伊就即个因囝吼，一支骹无方便的，逐工用即个脚踏车载即个两支骹无方便的上下课。所以因老爸看到转啊，足感动的，伊就来甲因的囝鼓励啦。哦，你讲，伊就甲讲，你爱勇敢，你爱继续，因为伊即个老爸安那看到伊家己的囡仔身体安那是即个有即个残缺啦。不过伊的心哦，却安那真丰富，充满着慈爱。这篇文章到尾啊，伊讲咱教养囡仔的方法真济，有的人互咱的囡仔真丰富的即个物质的即个生活，却无教导咱的囡仔爱有一个丰富的心灵的生活啦。有人学足侪物件的。毋过，咱无学着讲，咱对即个艰苦人，咱爱有一个怜悯，爱有一个慈悲的心啦。结果呢，咱互囡仔哪济的即个丰富的物质的生活，互囡仔学着啥？浪费，互囡仔学着啥？袂晓珍惜，一个毋知影感恩的心啦。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囡仔一直甲咱讨物件爱名牌，有一天咱就一直互伊，有一天无互伊的时阵，伊就干啦。甲咱生气，甲咱变，有无？然后呢，
咱互伊安尼学足侪物件的，啊，毋过呢，咱欠缺一个心灵的生活即个培养甲栽培。所以年纪哪来哪大的时阵，因的心就安那你对周围的物件无关心，甚至到尾对养育伊的即个父母，甲照顾伊遮的亲人，伊拢伊拢无一个感恩的心啦，无一个回报的一个心啦。我捌看过啊，一个父母逐工甲囡仔送便当，有一工较慢5分钟到送到位尔，迄囡仔伫遐等，隔着学校的即个围篱，甲伊妈妈讲，你较拜托的，就是才送来5分钟安尼，我减困5分钟安尼。所以，咱定定看到即个场景有无？即个囡仔就是安尼，我要挑战即个父母，明仔载莫互伊食，莫甲送。毋是呢，咱真侪父母囡仔安尼甲你讲，歹势，我明仔就较早到。有无？咱就是安尼来教育咱的囡仔。所以呢，我甲父母讲，较勇敢，明仔载莫互食，明仔载莫互食。所以咱拢是安尼，咱互咱的囡仔有足侪物质的生活，咱无教养伊心灵的生活。咱互囡仔咱爱互囡仔有足够金钱的心理，远比孩子丰富的物质更加的重要哦。这是咱爱特别来注意的。咱的囡仔对细汉有机会来接触心灵的讲课，比学较侪物件搁较好。圣经就是上丰富即个心灵的一个课本，教会的团契是上会使培养遮的囡仔敬虔心灵的一个所在。爱记得即句话，圣经是上丰富咱心灵的一个课本，教会团契是上能培养咱的囡仔即个敬虔心灵的一个所在。将恁的囡仔送来教会，送来主日学，送来扫帚，送来亲戚，互伊伫教会内底来长大，互伊的心灵的生活能来丰富。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的教育能互咱上好的心灵的教育，会为着咱来栽培21世纪有上有竞争力的一个囡仔。照着圣经来养育咱的囡仔，就是互咱的囡仔赢在起跑点啦。要安怎互咱囡仔赢在起跑点？一句话，照圣经的教示来养育、来养起咱的囡仔。所以呢，这个有一本册介绍大家去读，有时间来读哦。老爹的叮咛哦，这足好一本册，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牧师吼，叫做隆美尔。这隆美尔咧，伊一生吼拢服侍上帝，伊咧年老的时阵吼，伊教会差不多万外人的教会，伊一直讲道，伊讲哦，我遐尼济人咧讲道，毋过我家己的囡仔要离开我的时阵，我到底要用啥物话互我囡仔呢？所以咧，伊伫即本册内底有一段话，伊安尼甲伊的孙讲，我做你阿公，我虔诚来祈祷。毋望你这一生能好好认捌上帝，遵循伊的即个诫命，你安尼做，就会经历上帝无限的恩惠啦。即句话爱大家好好来学习，这嘛是咱每一个父母咱的即个责任吼。就是咱爱互咱的囡仔一生拢好好来认捌上帝，来遵循伊的即个诫命，安尼互咱的囡仔。伊的一生拢会经历着上帝无限的一个恩惠，所以即句话来点出整个圣经教育的一个重点，就是咱来教育咱的囡仔认捌上帝，遵循伊的诫命。圣经内底有足侪例啦，约瑟敢是安尼？伊有足好的灵性，伊有足高尚的品格。当伊的即个主人的太太要因某要甲诱惑的时阵，伊讲我会太可做即款代志来得罪上帝啦。所以咱看到约瑟的品格，互伊一生行伫足稳的内底，就行伫上帝道路的面顶。毋然安尼，法老讲啥？法老讲约瑟
伊是一个有上帝的神伫伊内面的人，咱检会找到一个亲像伊即款人嘛。咱看到，我都看出约瑟的心情是安那，一个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心上的人，是有一个好的灵性甲好高尚的一个人品的一个人，所以安那就差派伊去管辖埃及的全地啦，就差派伊去传。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安尼好好来教育咱的囡仔，我甲你讲，全世界吼，我一个朋友讲，伊伫人力资源处，伊讲伊专门咧办大公司的即个面试。伊讲哦，现在一个面试吼，都硕士啦、博士啦一大堆啦，无欠硕士甲博士，欠啥？欠一个参像约瑟安尼有上帝的神伫伊内面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品，甲啥物有好的灵性的人啦。所以这是社会所欠缺。咱若照圣经的教示来好好来教养咱的囡仔，咱的囡仔会成做咱未来21世纪所有的企业真要安怎总真爱的人，按像法度需要约瑟共款，咱的企业嘛需要咱所教育出来，迄个安那有上帝神伫内底的一个囡仔。再来，咱来看榜样的示范，榜样的示范。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的11章的第1节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我来做爸母的，咱今日回去咱大声甲咱讲，甲咱囡仔讲，你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咱若讲袂出来时阵，咱就爱安那认罪悔改这是咱每一个人做爸母的人，咱的即个啥目标啦。咱是毋是咱做爸母的，成做咱囡仔安那？即个效法，你甲囡仔讲，你来学我，囡仔嘛真愿意讲，爸爸，你实在真信耶稣基督，我愿意，我来学你。是毋是安尼？咱若讲袂出来有当时咱当时下暗时祈祷的时阵甲上帝求讨。基督教的教育是一款的即个榜样示范的即个教育啦耶稣基督嘛责备即个法利赛人，责备因啥？伊讲即个法利赛人用真重的担来绑伫下伫人的肩胛头，若是因家己呢，肯用一支枕头来顶担伊。即个法利赛人是啥？敢会晓讲啦，出一支嘴会晓讲，会晓做无？袂做啦，一支枕头都无愿意顶担啦。所以咱的教育囡仔，咱的关键就是遮，咱无一个榜样的示范，咱毋通甲重担安那拢放伫咱囡仔的即个枕头的面顶，咱伊的即个镜头，咱家己捡，参像法利赛人一支枕头都无意顶。甲囡仔讲，袂使看电视，毋过咱当然来坐伫碰椅，咱看规工。去整理你的房间乱干哪啥的，结果处理上悬的是咱家己的桌顶。咱拢是安尼，早睡早起身体好，较早去困的，毋过处理困上嘛是家己，上班起来是家己。所以呢，咱的即个安那，咱拢一直无以身作则。所以当我伫即个顶一季，咱咧讲家庭这段的时阵，咱有讲要喊离开伊的本地本家的时阵，伊就开始安那摕帐篷一时过去到一个所在，伊就安那起坛安那拜来求上帝主坛献祭去即个坛献祭求耶和华。所以因囝伊煞伫伊边仔嘛，安尼学起来。有一天后壁来死无伫咧伊煞拄着即个困难的时阵，拄着危险的时阵，伊煞安那共款参像因老爸后壁来喊起坛献祭来求告耶和华。这就是榜样。所以咧，有一句格言讲：你的行为会遮盖你的言语所以我听。咱会做出来的物件，比咱所讲的较大声100倍。咱来做互咱的囡仔看，咱来做互咱的囡仔看。
所以呢，遮嘛有啊囝仔12岁进前是做因老爸爱伊做的，去身躯啦12岁进前我去洗，12岁了后呢，因老爸总我洗的时阵，伊就总我洗。伊就开始做因老爸所做的代志，这是12岁了后，所以毋通讲我囡仔足听话，歹势，大汉才会知。所以咱即个做爸母的爱好好来教养咱的囡仔。每一个做爸母的，咱上宝贵，上帝甲咱交托上大的责任就是啥？咱来用咱的性命来做榜样，潜移默化塑造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咱的对上帝的敬虔，咱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态度，照着咱的性命一点仔一滴，慢慢伫咱的囡仔心上来起做啦。这是咱一生咱能做最囡仔互咱囡仔上大的祝福，毋是放落金钱互伊，毋是互伊上好的学校，毋是互伊上好的即个补习班，毋是，是用咱的榜样来影响伊的性命。再来，还较紧管教的必要箴言13章24节，毋甘用是阮毋敢讲的啦是阮论伊的囝，若是听伊的，就照实读这个。所以圣经的教导就是咱来管教咱的囡仔，溺爱孩子就是害伊一世人。啥啦？因为别人袂参像咱同款来宽容咱的囡仔，别人袂拥吻咱的囡仔，伫伊的面前霸道无讲道理，这个社会袂拥吻咱的囡仔爱啥就啥。所以一个被溺爱的小孩，伊会踏不出家门，打出去伊就无安全感，伊有真严重的即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啦。所以咱即个即点，我搁再讲一遍，咱的做爸母爱甲咱的囡仔送入来咱的教会内底，教会内底，伫团契的内底，互伊伫遐成长。伫团契内底，伫教会内底受到即个挫折，有要紧无？袂要紧啦。甚至伊伫遐来甲人冤家，有要紧无？袂要紧啦。兄弟姊妹拢会冤家来教会冤家小可代志。啥咱讲爱互因伫遮来经历遮的物件，因为伫教会是一个上安全的所在，伫教会有上帝的疼痛，有上帝的即个道路伫遮。你伫社会去看卖啊？你若安尼囡仔若较骄傲的，就去受你呢。咱教会内底袂咧，所以囡仔伫遮大汉是上安全、上健康，因建立伊一个健康的一个人格啦。所以搁鼓励一遍，搁讲一遍甲囡仔送来咱的教会，互伊对细汉就伫教会的环境来大汉。再来，伊要来书讲啥？讲因为主所疼，就敬戒伊高原接纳囝的就用鞭来拍。伊一句话讲啥？恁拍囡仔无？拍啦！圣经讲拍啦毋好讲牧师讲的好，所以咧为着伊好，咱来拍。毋过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原则，毋通足生气的时阵拍。所以有所书讲啥？做老爸的，恁毋通激囝儿的生气，独着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伊。这是啥物问题？不等于来咱的管教无效的这个关键伫倒，因为我们激怒儿女，和合本讲惹儿女的气啦。就是咱咧管教时，咱会想，咱细汉时阵，咱好啊想，咱特别去用管教的时阵，咱感受的是啥？咱感受是我真诶做足无好诶代志，我爱好我认罪，我爱安怎悔改，是安尼吗？较少啦，即摆囡仔较少。咱感受是啥？阮老爸做生气诶，气甲要死，气甲用要呛烟，所以甲我拍甲要死。所以咱感受的是啥？老爸生气，我去惹着阮老爸啊。所以毋是我犯着代志，所以我会悔改，这是两回事所以咱即个囡仔的时阵，咱每一遍庆修理的时阵，咱就衰阮老爸可能是脾气无好，最近情绪无好，我去惹着，所以我叫伊推所以咱无效，咱的管教无效。所以有一个原则，就是讲。第一个，毋通伫生气的内底来管教，就是
唔通发脾气，管教咱的囡仔。哦，这是第一点。当咱发脾气的时阵，咱来骂囡仔，咱来拍囡仔，拢无效，互咱这囡仔安那愈反背，哦，会心伫咱哪来哪去。哦，所以咱做父母一定爱学习，因为呢，管教的上悬的原则就是爱自我控制。咱家己拢无法度自我控制咱家己的脾气，要安怎来管教咱的囡仔？所以第一个，咱管教上悬的原则就是，咱来生气的时候，去上帝面前。求上帝，互咱安那，互咱的即个生气安那，降外心。无受的时候，咱才来教导咱的囡仔。无咱定定是安那，咱就讲囡仔诚听咱的话，教伊就乖，伊就会听话。定定拢是伊细汉，所以伊无气来反背来反抗。等伊大汉的时阵，我相信咱诚侪咧生气的时阵，囡仔讲你莫互我大汉，你家己定，对无？所以，咱伫遮咱来看到讲，安那，当他年纪小的时候，他不懂反抗。不过伊年纪大的时阵，伊就开始鼓出来反抗你。有当时伊会受伤，伊内底足侪啊，阮老爸拄啊是个足无好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在发怒中管教孩子。再来，鼓励比责罚更较重要。一个做名的即个画家吼，那个惠斯勒吼，伊有一工因老母吼，伊足细汉时因老母就出去买物件，就甲交代讲，你啊好好照顾啊，即个妹妹哦，妹妹嘛足细汉，伊嘛老母出去买物件的时阵，伊就看到哇厝里有迄个墨水吼，啊，搁一张纸，伊就甲纸摕来要用墨水来围绕因妹妹，啊细汉无好控制，所以迄目水安那往甲规涂骹拢是。因老母回来的时阵，看到即个墨水规涂骹拢乱糟糟，有骂伊无？无，一句话都无讲，摕即个伊迄张纸画像。啊，你咧画即个妹妹啊，我画了真好哦。所以呢，伊就安那，伊就安尼，因老母就弯腰啊，甲伊的面仔จิ้一下。所以人问即个惠斯勒讲，你谁来食做即个画家？伊讲，因为阮妈妈甲我亲自教鼓励，哦，所以做爸母的，咱有当时咱去鼓励咱的囡仔，咱会甲上帝互咱囡仔内底上好上水的迄个特质，啊来甲发展出来。咱咧相信上帝互咱的即个囡仔，咱是上好的囡仔，哦，咱咧相信上帝互咱囡仔会好的一个发展，毋过爱照着咱个真爱伊即个特质才会出来，哦，所以做爸母毋通安那，当生互咱的囡仔一寡鼓励，伊做好的时阵甲鼓励啦。华人的爸母足奇怪的，囡仔足好的，哦，考90分呢，你讲啊，恁班一定全部拢90分，所以拢毋加学咯，啊，若做毋对咧，骂甲要死，足奇怪。咱一世人安尼辛苦，就是要甲上尾互囡仔。啊，连甲学了一两句话，咱就安那嫌济咧。所以，咱的囡仔需要来鼓励，哦，所以咱用鼓励来代替咱的啥责罚啦，不得已才讲啦，哦，这是圣经讲的哦。好，啊，今仔甲大家分享，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三个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互阮知，我们安怎来教导阮的囡仔，互阮有智慧，互阮有上帝你的方法，互阮教导阮的囡仔，互伊的一生行伫你的丰盛的内底，互伊一生认识上帝，遵守你的诫命，互伊一生得到你永远的福气甲恩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或者咱来吟圣诗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起立。
去来咱唱王平的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张牧师今仔日同咱讲，伫教会中大的囡仔袂变歹，确实哦，嘿，咱的囡仔吼，去大真紧，一暝大一寸，一日大一尺，一年呢，一年就变做小学生啊，一年就变做中学生啊，吼，足紧的哦。当年的即阵。咱讲凤凰花开啦，什么离歌出动，实际上咱的囡仔是要毕业嘛，要升级嘛，吼。真欢喜，咱今仔日有3位的小朋友要入去国中，2位的小朋友要入来主日学，吼。我直接简单介绍，吼。李品慧小朋友我幼，爸爸是李学敏，妈妈是吴国颖。第2位小朋友是陈云彤，哟，爸爸是陈大伟，妈妈是林子璇，好，就是陈纯健甲咱林纯纯队长的孙仔，好，要升到国中1年级的3位，哈，一位是胡恩琪，胡恩琪。我们先站到前面来。文琪哈，爸爸是胡哲章吼，我这个了解吼，妈妈是陈之燕吼，是咱中民长老甲惠美技术的孙仔吼，惠美技术戴太阳眼镜会使摕落来互伊看。好，第2位梁其轩，梁其轩，爸爸是咱的嘉文技术，妈妈就是林恩慈老师吼，阿公是林俊。阿嬷是吴秀慧，第3位陈杰恩，陈杰恩长得很高哦。爸爸是陈其正，妈妈是嘉琪，就是咱玉社长老甲美容长老的孙仔吼。咱有发现5位拢女性哦，所以以后的总统大概还是女性哦。真多谢。当你颁奖要颁证书以前呢，他们有表演，以及他们会讲一些感言，好，咱这对请主日的老师赖玲玲来主持接下来的节目。兄弟平安哦，我即摆先请6年级先休息哦，我即摆是迄个幼稚园的先表演。我先更正一下哈，陈雨桐的云哈，无迄个草字头下对不歹势。我们这2个小朋友呢，因有练习，多谢嘉琪老师的指导哈。大家要看有要唱什么歌？
子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赐予阮，写满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写满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离离去，着救阮破离迄个歹的，因为阮的因果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逐日学3个美少女，我们的顺序是迄个杰恩、恩琪、阿琪轩哈，大家有发现这个顺序无？有没有发现这个顺序哈？这父母的迄个默契哈，实在足老了，都出席了注定了。杰恩、恩琪、琪轩，大家刚刚都好来了哈，真出名。因先要感言，有一个简单的演奏会哈，希望大家鼓励。各位长辈，大家平安。我是陈泽温，感谢上帝的恩典，互我会当伫遮甲大家分享。这是我拄出世的时，妈妈讲，伊头一摆看到我若亲像海狮婆婆。我家在3日后，我就比较水啊。这是我的阿公刘玉生丢了，阿嬷欧比用丢了。爸爸陈基杰，妈妈尤嘉琪，弟弟陈立温，妹妹陈明温。这是我6个月的时，第一摆转来台湾，爸爸妈妈抱我来南门教会参加幼稚洗礼。这是我6年前对幼稚主日学毕业，时间过了真紧，我要对儿童主日学毕业了。我4年的时开始学古筝，已经学3年，参加古筝比赛，得到台北市西区第1名，代表台北市参加全国比赛。我上爱唱歌甲打羽球，因为唱歌互我心情好，把烦恼拢放袂去。我上爱唱这首《我要向高山举目》。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唱这首歌，互我得到快乐。伫主日学的时，我每年拢有参加圣诞节的表演。其中我印象上深的是我演《Dr. Liar》内底的老阿公。这位老阿公亲像上帝的化身。
像我智慧。每礼拜来主日学，感觉过了真充实，甲真趣味。我上爱的活动是郊游，有骑蛋、走绳索，阁有航吧，真好耍。我上爱的根据是，因爱人怎样款待你，也着安尼款待人。路口好律师，立州31站。这是我做人做事的道理。今仔日我分享到这，多谢大家。唱歌，所以3年的时阵，我参加合唱团，嘛伫5年的时阵参加弦乐团。有乐团的经验以后，我嘛和少年团体的哥哥姐姐做伙伫教会表演、献诗、参与事务。因为我要升国中啊，所以爸爸妈妈嘛一直甲我讲，刷落来12年可能是我人生中上重要、上精彩、上丰富，嘛是上辛苦的一个阶段。毋管是知识的累积、人格的养成，甲交搁较侪朋友，因为安尼时时我靠上帝好好学习，而且珍惜甲大家的相处做伙大汉。希望未来伫少年团体老师甲上帝引带，会当有搁较好的学习甲发展。伫所有的科目内底，我上喜欢的是英文。虽然英文已经互人当作是重要的语言之一，我还是希望我会用甲英文读甲搁较详细，甲伊变做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未来，我希望会当变做一个律师，用神的话语甲道理来帮助社会的公益。除了学业甲才艺的学习外，爸爸妈妈甲阿公阿嬷嘛常常带我甲弟弟去足侪所在佚佗。除了台湾每一个所在，嘛去过日本、韩国、香港、澳洲，互我除了为册中了解，嘛互我会当实地去足侪地方，去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甲生活的方式。最后，我要甲主持学的老师讲声多谢，恁辛苦啊！嘛祝各位长辈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多谢大家。
祝大家平安。我是梁基顺，所来要用演戏的方式介绍我家己。我祝大家平安。我是梁基顺，所来要用演戏的方式介绍我家己。囡仔要叫伊讲台语，实在足痛苦的吼。我想这阮这段时间后续的训练，啊，搁家长的帮忙吼，伊才有法度徛咧台仔顶，啊，讲这改编吼。啊，煞只阮是一个算是不是世纪首演哦？因为迄个小提琴、古筝甲长笛吼，应该无人安尼表演过吼。啊，阮即摆要请阮迄个3个美少女吼来甲大家表演安尼。啊，多谢恩慈老师的指导。
讲台语，拢多才多艺吼。赖玲玲甲我讲真烦恼，因为今年是负1年，3个升到少年团契，2个进来，所以少1个。所以咱将来未生紧生生了紧来教会吼。牧师讲来教会咱袂变歹，真感动吼。我看上欢喜，我看中面长老约社长老父母都很高兴。只有林恩慈比较紧张吼，因为拢指导这项。最后我们是要给他一个鼓励、一个颁奖以及一些奖品。后续请5位再到台上来吼，请牧师给你们那个颁奖。先颁奖吼，再给礼物吧。好，我们请主日学赖校长好，给我们来。第一位李品慧，第2位陈云彤，小学毕业要升少气。第1位胡恩琪，梁其轩，陈杰恩，我们赖玲玲校长还有东西要送给他们。我问你上，来，你解释一下。这个是看一下，幼稚园是送一只这个他们很爱的这个对，手表。自己选的漂亮包包啊！好，中国书感编联，然后跟校长一起照个相。好，像今仔日我甲大家分享的信息吼，嘛是迄个龙美尔这个牧师吼，我要一句话吼，就是讲，互因的一生永人万至大的上帝，互因有敬虔的心，互因一生拢行伫上帝道路顶吼，互因的一生拢会用安那经历到上帝无限的恩惠甲祝福吼，这是我要互因大家的一个祝福。升旗典礼结束，少气可以带，少气来，刚刚最紧张的少气老师来了，现在脸变成少气老师，你别来恭维，不用了是好，那我们就谢谢大家嘛，带上楼上去，升旗典礼结束。所以我继续来做报告吼。教会消息，第一点就是咱今日真欢喜，就是头拄看到咱这个成绩典礼吼，幼稚园升国小李敏慧，陈云鹏、曾云彤，国小升少气，就是这3位吼，吴文琪、杨启轩甲陈杰恩。第2点就是初等服务团契，伫咱礼拜了，直接到地下室，举行7个月份的例会吼，邀请赖王市长老吼
咱讲，搁少年一摆，再年轻一次，欢迎大家来领这个表演参加。啊，第三点就是咱共款，咱伫武汉这个疫情这段时间啊，咱拢个戴口罩啊，然后量体温，然后保持社交这个距离吼。啊，我倒来就听这个咱固定直播吼。平安日开始就是咱共款即摆拢用公司吼，无要握手吼，无握手。实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虽然无去平安日吼，无去平安日，其他就无去。第四点就是爱餐，主日礼拜二爱餐，这个疫情还未稳定，所以还无要开始吼。第四点，欢迎咱来诚心这个蔡坤义弟兄吼，7月份伫咱本会实习。请徛起来，让大家靠伫后壁遐。欢迎来吼。第5点就是讲，咱第3季这个时间日程表吼，咱会足侪中职城这还未摕到啦，会去1楼招待倒来遐会使摕吼。第6点就是咱本会灵修的祈祷会，主题开始啊吼。主题就是黑暗的时代，死阮的气候。这进度大家看表顶头写，我无去念吼。第7点，就是下主日7月12日是釜山城医红叶主日，复兴大力这个牧师会来讲道请安。第8点，咱台少气生活营，7月17甲19，这3天吼，2暝要带宜兰这母娘民宿要办这个活动吼。欢迎少气踊跃参加。少气嘛邀请伊的同胞做一参加。要参加的辅导杨家宏师甲林元慈老师报名。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顶头有写的，就是讲，咱今仔日是台北中会开拓教会奉献主日，请大家尽量为台岛甲奉献吼。来就主体教师甲教会圈家己看吼。咱即摆开始，咱大家记咱来念清虚702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种大家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